80，都係呢個頭啦。你多少？他連續做的都沒有超過2290嘅。係啊，如果咁就好咯。15克之間，佢空姐冇正負添，都係。都幾好嗬。係啊，頭先2280呢2284啫嘛。係都幾好。冇咁差都冇咁大。流得可以少啲嚇。係啊。即係流得可能少啲。呢個都係正常㗎。但是時間長沒有在秤上過了。但是沒有這個差異那麼大。是啊，這個差異大好多。做一下，讓他在那個秤上糾正一下。一直多一點，他沒在秤上糾正，他就不會過來。再試一包唄，沒事啊。即係用個電話就校對一下佢。係啦。呢個正校。你諗住差異得太大啦。就校對一下佢，咁即係整一稱佢，呢個稱就再在那個秤上的糾正一下。啊，這個。